中华鹿港的运动场呢，附近是有袂少流浪狗。这民众反映讲，这囡仔咧佚佗的山溪内底，嘛有看到狗屎。虽然讲这个公所是有来掠狗仔，也毋过呢，所有其他的人佮甲这狗仔甲放互走，互人是白了工。因那东方所是表示讲，看到这人仔内有狗仔，应该着爱赶紧来通报公所。 中华鹿港的运动场有袂少民众会来遮行路运动，边仔嘛有佚佗的设施，但是有民众反映，即阵仔遮出现袂少流浪狗，规定的流浪狗佮会走去囡仔耍耍的所在休困，佚佗区的沙坡也有狗仔的排泄物。北看按6、7只啦，佮按8只几啊斤的啦。反正也有白规学白啲人就无啊伊，反正规群住伫迄个沙地呀。嘿啊，哦，迄人家暗时看10外只。 鹿港镇公所表示，即搭遮大约有20外只的流浪狗，都惊会发生狗仔肉人咬人的意外，而且狗仔伫囡仔耍耍的所在放屎尿嘛有卫生问题，加上台湾世界店都有店区伫附近，即阵仔人潮济，公所设置狗笼仔掠狗，要来维护公共卫生安全，但是说少连续有民众甲掠到的狗仔放走。咱有掠到10只狗，这10只狗掠到了后。 有3只去互民众来甲咱放走去，不过咱另外迄7只，咱嘛是甲交互咱动物防疫所这边来协助来安置。要呼吁民众那如果说有看到这个已经有诱捕到的犬只，不要把它放走，而是要直接赶快通报鹿港镇公所来把这些流浪狗带走。 公所表示，未来会加强巡视甲环境管理，嘛呼吁民众，若是看到笼仔内有狗仔，应该赶紧通报公所，做后续的收容安置，千万唔通大主大意甲狗仔放出来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